以前我是心疼客户高价买房，现在我又痛心房东廉价卖房。你看，就像我生活的这个小区，交房到现在才2、3年的时间，曾经都是8、9千块钱的买入价格，现在5000多块钱居然都卖不掉，多造孽！前2天就带一组客户就看中了这里的一套房子，结果在谈价的过程当中，就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尴尬情况。这套房子房东的银行尾款还有62万没还，结果客户只出到了60万。房东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，并用无奈的语气问我，我卖了这套房子是不是还要倒贴2万块钱给银行？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左右房价的涨幅，在经济周期面前，我们更显得无能为力。就像一句话所说的那样，大时代的一粒尘沙落到每一个人头上，都像是一座大山。房价在涨的时候，我们买不起；房价在降的时候，我们又卖不起。你讲呢？